吳文欣進入癌症末期，兩個女兒哭住為媽媽剃頭，不捨親吻媽媽。抗癌3年總結6個字：港姐吳文欣乳腺癌惡化嚴重，已經到了最後的第4期。4月7日，吳文欣發長文抒發心情。抗癌3年，她將自己的心路歷程給寫了下來。在短短1個月的時間裏，吳文欣經歷了癌症惡化轉移，暈倒之後送醫搶救，後又查出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了尾椎骨，甚至腫瘤已經擴散到了淋巴與全身。此前半個月，他又因心臟和肺部感染了積水住院治療搶救。當時的吳文欣需要靠輪椅才可以進出，到醫院裏又是輸血搶救，又是打點滴，癌症惡化的情況非常不理想。但他仍舊堅持積極治療，積極面對這一切。近日他又透露自己發高燒，緊急入院之後又接受了一輪又一輪的治療安排。吳文欣分享自己手上插住吊針的照片，稱一直有在努力抗癌，希望這一次3針齊下能帶來好運。好友謝安琪、翁家瑞、張明亞、陳家樂看到了之後紛紛給他留言，要加油，努力抗癌。在獲得這麼多網友和親人的支持下，吳文欣發長文和照片分享自己的抗癌經歷。3年了，他幸得家人的陪伴與照顧，兩個女兒也是乖巧懂事。吳文欣花了3年的時間抗癌，一步一步艱難行走。他總結了6個字：接受、放下、面對。等於是已經默默接受了與癌共存的境地。相信這也是每一個癌症病人所經歷的心路歷程吧。吳文欣強調，這一階段能否打勝仗還是未知數，但至少減輕了身上的痛苦，可以不再用藥物也能睡好覺，這已經是極大的幸福了。吳文欣雖然抗癌路上不容易，由3年前的第一次確診乳腺癌2期，去年復發成了第3期，中間稍有好轉，但又直下到了4期，已經進入晚期了。入院治療的這46天裏，差一點就去了鬼門關。簡單的6個字：接受、放下、面對，但他卻用了我3年的時間，這才是真真正正的領悟到了。雖然現在我已經是第4期了，也是大家所理解的晚期末期，這中間有痛有辛苦，但好在我們一起鬥志前行，每一句大家的堅持都是給我最大的勇氣。我們的人生就是需要充滿經歷才可以學會懂得。感謝每一位給我祝福的人，支持我的人，這令我重新有了面對充滿面的勇氣。感謝吳文欣。我正在接受不同治療的階段，也有輔助治療。我決定與癌細胞和解，與癌共存。我深信我一定會好起來。好起來之後，我會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，去活出我自己的精彩第2人生。吳文欣的發文有感謝大家，也有對未來生活的期待。抗癌很辛苦，也是一條未知的路，但我們希望吳文欣能好起來，像吳文欣這樣子的千千萬萬抗癌鬥士們，大家都要好起來，為吳文欣和抗癌鬥士們加油。